頭起先來看高雄市的三民區一間私立的幼兒園，互家長甲指控講，這查某囝受到不當管教，伊的骹只片是烏青閣結血。這老師受出面來回釋的，講是因為情緒失控才會來動手。毋過嘛，因為毋但一個囡仔受害，即馬教育局已經啟動調查，若准有影，上懸是會罰到60萬。當時也甲這個老師改評，一世人袂再是個這架冊。妹妹，你會痛嗎？哪裡會痛？家囡仔3個月來看，就算已經有髌骨了，剛剛倒邊肩胛頭也是有紅紅的痕跡。家長講，伊的查某囝今年5歲，讀高雄三民區這間幼兒園，2年前同一個老師都捌因為囡仔袂曉念數字，揪囡仔耳啊。迄當中回事的講是無細緻照着的，這個囡仔規個腳趾片拍甲烏青結血，老師講是一時情緒失控，家長無法度接受。當老師，你的情緒控管有問題，就要先檢討一下自己是不是適合在這一塊的人。但是我覺得你都沒有，因為從第一次發生了到現在，我覺得你都沒有去反省，也沒有去尋求一些管道。一切該配合的，我們通通都會配合。現在目前。那一位老師辛為仁，他現在也已經不在學校了，我們已經有做馬上的處理老師也離職了。涉案的老師已經向市透露，教育局才就通報再啟動調查，除了保留監視器畫面以外，也協助受害囡仔去高醫的離校中心驗傷，提供社會局甲司法單位來評估。教育局強調，只確定不當管教的事實，涉案的機構甲老師攏要接受懲處。涉案人會面臨最高新台幣60萬的罰鍰，並可處以解聘，最重可處1到4年終身不得進入教保服務機構任職。其他情緒影響到當下的決定，當然這個行為是不好的，只是就是我們不能因為可能一次的什麼的就否定他們之前的所有的對小朋友的好。有其他家長講，這間幼兒園的風評袂歹，因為邊仔要起厝，學校按算7月底就要收起來啊，哪會發生這款的代志？不只個教育局表示，若要停業，上活6月初進前愛通報，目前因也未接到消息。記者柯家族張高陽長報道。